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馬可福音第7章第1節至37節，主題係何謂潔淨與不潔淨。作者喺馬可福音第7章記載，法利賽人同文士嚟質問耶穌，話佢啲門徒唔守古人傳落嚟嘅規矩。耶穌就回應：你哋其實係用人嘅傳統取代咗神嘅誡命，只係得把口去尊敬神。於是耶穌叫群眾過嚟，話俾佢哋聽，真正令人污穢嘅唔係食落口嘅嘢，而係由人嘅內心入面發出。各種壞念頭同壞嘅行為，其實都係由人嘅內心出嚟。後來耶穌去到推羅一帶，有個外族婦人嚟求耶穌，想耶穌幫手趕走佢個女身上嘅鬼。耶穌見到個外族婦人嘅信心，就答應咗，佢個女即刻得到釋放。之後耶穌返去底加波利，有人帶住一個又聾又講唔到嘢嘅人嚟見耶穌，耶穌就用口水抹咗佢條脷，又嘆咗一口氣，嗰個人即刻聽到聲音同講到嘢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馬可福音第7章記載，真正令人污穢嘅唔係外面食落口嘅嘢，而係由人嘅心入面發出。所以比起外在行為，人嘅內心先係最重要。咁喺你每個禮拜一齊喺教會敬拜嘅時候，你有冇只係着重外在形式，反而忽略咗內心真正嘅敬虔呢？